位足球少年，佢每日都喺度踢波。但係有一日生病咗，犯咗好重，落咗好重嘅病，搞到佢踢唔到波，只能每日瞓喺張床度。然後醫生話佢嘅病要等佢話要等多1個月先可以康復。然後1個月過咗之後，跟住佢就衝去踢波。有一日足球比賽，佢面對嘅人就喺度比緊賽。跟住最終呢位足球少年拎到冠軍，非常開心。然後過咗冇幾耐，佢又嚟咗一個比賽，今次佢要對嘅係超級少年足球王阿美。然後佢又入咗波，拎到冠軍。好啦，咁中意我哋嘅片記得訂閱、subscribe，仲有